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拆解一單當年震驚全港、手法極之離奇嘅元朗汽車炸彈謀殺案。平時我哋睇新聞見到汽車炸彈、遙控引爆呢一種手法，多數只會發生喺中東戰亂地區，但係估唔到呢種極之專業嘅暗殺手法，竟然會出現喺香港元朗街頭。今日呢，我哋唔單止還原呢單奪命炸彈案完整經過，仲會拎出1999年屯門吉之島百貨爆炸懸案，透過警方當年嘅化驗證據同犯案特指，推斷兩單極有可能係同一班兇徒策劃。所有內容全部引用當年報章報道、香港政府新聞公佈、新界北重案組官方調查資料，全部都係真實記錄。死者背景：4年內2次遭炸彈襲擊。先同大家介紹今單案嘅死者，47歲嘅廖國信。廖國信係錦田高浦村業安建築工程公司東主，專門承接路政署新界北區嘅基建工程，同屋企人一齊住天水圍天瑞村瑞豐樓。太太黃麗嬌42歲，仲有3個仔，年齡介乎13到18歲。重點係早係2000年11月，廖國信已經試過一次俾人安放炸彈暗選，當時佢僥倖保住性命，只係身受重傷。單案當年警方調查好耐，最後一直懸疑未破。事隔整整4年，兇徒並冇收手，反而設計一套更精密嘅遙控引爆裝置，誓要取佢性命。警方後來調查得知，當時廖國信正忙住準備一單新界北大型路政工程嘅公開投標，佢向來習慣以低價搶標，好多同區建築商因此損失大單生意，生意糾紛成為最大犯案動機。元朗水邊圍交匯處炸彈案完整案發經過，時間返到當日朝早，2004年單案發生嘅朝早8點05分。廖國信同太太落停車場取私家車，準備一齊返公司返工。揸車17分鐘之後，架車沿住朗天路行駛，打算轉入宏達路，去到水邊圍交匯處嘅時候，兩夫妻正係車度傾仔仔升學嘅安排。突然，廖國信個手提電話響起，太太黃麗嬌就幫佢接聽。佢連續講咗幾聲喂，但電話筒入邊完全冇任何人回應。兩夫婦當下只係覺得奇怪，估唔到呢個電話就係引爆信號。下一秒，司機座椅底部直接發生猛烈爆炸，私家車即時失控向前衝，撞向路邊石壆之後反彈，再陷停一架等紅燈嘅私家車。後面跟住嘅黃姓司機見到火光同碎片，即刻打999報警。爆炸威力相當驚人，警方後來證實，炸彈大約重500克高性能炸藥，車底炸開1個半米乘半米嘅大窿，成個車頂都被炸穿，擋風玻璃裂成蛛網，上面滿布血跡同肉碎，畫面極之駭人。司機位座椅完全變形，廖國信直接從車底嘅破洞跌落路面，腹部被炸至裂開，腸臟溢出，左小腿亦都斷開。佢太太面部被煙燻到全黑，右手重創。消防同救護人員花咗15分鐘先將夾住嘅廖國信救出，兩夫婦送抵屯門醫院搶救。廖國信早上9點左右正式宣告不治，太太就長期留醫，情況一度危殆。警方調查細節，手機遙控引爆，鎖定3名可疑男子。案件交由新界北總區重案組全權負責。元朗分區助理指揮官黃滿堂親自交代調查重點。警方好快排除車輛自燃嘅可能性，因為爆炸位置只係司機椅底，附近冇油缸、油管等易燃零件。架私家車亦都從未經過任何改裝，機件一切正常，可以100%確認係人為安放嘅定製爆炸裝置。最關鍵線索就係太太接聽嘅無聲來電，警方推測
兇徒透過手機信號做遙控器，一聽電話就觸發炸彈，引爆機關。爆炸品處理課，法證人員全日留喺現場，收集炸藥殘留碎片，仲調嚟一部同型號私家車現場重組還原案發經過。與此同時，探員去到天水圍天瑞村廖國信住所同停車場翻查閉路電視，鏡頭拍到3名可疑男子曾經走近廖國信私家車，懷疑就係負責安放炸彈嘅人。警方亦都向停車場索取過去2星期所有時租車記錄，去到錦田高步村嘅建築公司搜證，連廖太名下嘅客貨車都交由爆炸品課徹底檢查。為咗收集市民線索，警方專門開設舉報熱線26664343，呼籲目擊者提供任何相關資訊，關聯1999年屯門吉之島爆炸案，2單極可能同一伙兇徒。講到呢度呢，就要拎出另一單同樣多年未破嘅新界爆炸懸案。1999年4月13號，屯門市廣場吉之島炸彈案。根據香港政府當年發出嘅新聞公佈，呢單案至今都未確認疑兇身份。當日朝早11點13分，屯門市廣場高層地下吉之島美食廣場發生爆炸，炸藥藏喺淺藍色紙袋入面。袋面印住香港時裝節春夏97字樣，內有200至300克高性能炸藥，靠短定時引火線引爆。當年目擊者形容疑犯特指，當日天氣溫暖，但佢刻意着一件深紅色厚冷衫，獨自坐喺爆炸位置附近睇漫畫，放低紙袋之後就離開。2單爆炸案有好多高度吻合嘅特點，令當年偵查人員懷疑屬同一個專業炸彈團伙所為。第一，2單都使用市面好難取得嘅高性能軍規炸藥，普通市民根本冇渠道入手。第二，犯案地點都集中喺新界範圍。第三，製作炸彈設定引爆機關嘅手法非常專業，唔似係普通社會衝突黑幫私了會用到嘅手段。當年法證部門亦都比對過2單案執獲嘅炸藥殘留，化學成分極之接近，進一步坐實2案有關聯。只可惜當年科技同線索有限，2單案件最後都變成懸案。綜合晒2單案件嘅犯案手法、炸藥種類同目標範圍，好多當年負責調查嘅警員都認同，好大機會係同一班專門製造炸彈嘅團伙受他人收錢策劃襲擊。大家覺得2單爆炸案真係同一伙兇徒做嘅咩？定係只係巧合？歡迎留言同我分享你嘅睇法。如果你鍾意我還原呢啲有真實檔案支撐嘅香港舊懸案，記得幫我俾 like、訂閱頻道、開埋小鈴鐺，唔好錯過之後更多新界、九龍經典奇案拆解。